第二章亡命之徒。打死咗牛奶，喊都冇用，因為宇宙間嘅一切力量都喺度處心積慮咁要將牛奶打死。蕭文天嘆一口氣話：唉，20幾個咩話？蕭望碌到對眼燈籠咁大。建國之後咁大規模嘅越獄事件好罕見㗎噃。中國嘅監獄裏邊內控外防，互相監督，分區管理，內外有別，可以話管理機制係全世界最先進㗎。就連前幾年發生嘅呼和浩特1017越獄事件，仲有哈爾濱延壽縣看守所越獄事件，亦都只不過係3-4個人㗎咋，20幾人係咩概念啊？怕且成個國際社會都會震驚啩。呢件事如果唔妥善解決好，係冇辦法向黨同人民交代嘅。蕭文天執拾好公文包，對住客廳嘅穿衣鏡整理咗下佢2級警監嘅警服領口，就準備換鞋出發。就算成件事好緊急，但係佢都仲係覺得好欣慰。睇嚟個仔蕭望喺刑警學院嘅4年讀咗好多嘅案例資料，對新中國史上嘅案例可以話滾瓜爛熟，而對我國公安工作嘅機制、方法、策略亦都係駕輕就熟。唔理點講都好啦，雖然公安係一項實踐性好強嘅工作，但係前輩探索同心血依然係現代公安工作最好嘅基石。蕭望話啦：阿爸，咁你冇時間睇下我呢份報告啦？我發現嘅呢件事都唔係咁簡單噶喎。蕭文天又望一望掛鐘，第日啦，第個時間啦。但係呢啲蘇蝦被盜嘅案件好 QK 噶。蕭望用最快嘅語速話，而且絕對係系列性嘅作案。從1995年開始，我清理咗下，齋係我哋省就有31個細路被盜。如果佢哋家史仲在生嘅話呢，最大嗰個今年都仲大過我。蕭文天話：凡事都應該要分輕重緩急嘅。我哋家史面臨嘅係比呢一單拐賣兒童嚴重100倍嘅犯罪行為啊！我唔係咁認為啊！31個細佬哥嘅背後係31個家庭啊！暫時唔講呢系列案件係咪拐賣兒童案件，就算係，我覺得拐賣兒童就係最惡劣嘅犯罪行為之一。佢哋危害嘅係31個家庭啊！呢啲家庭可能依然日日以淚洗面。呢單案唔破，我哋點同老百姓交代啊？雖然蕭望係駁倒咗蕭文天嘅觀點，但係蕭文天依然對蕭望一身正氣而覺得好欣慰。佢拍一拍個仔嘅膊頭。
父子之間嘅噓寒問暖有好多種方式，而只有警察嘅家庭，父子之間幾乎都會講咁樣嘅一句說話，就係注意安全。蕭文天望住個仔岌岌頭，雖然看守所邊嘅事令佢好心急，但係呢個時候佢覺得非常溫暖。自己個仔正直硬氣，一身正能量，呢樣係佢最期待嘅。再過得10年，自己就要退休，到時候有個仔可以接過自己手上邊嘅槍，咁佢亦都可以徹底咁放心。呢個時候，佢非常理解自己外父嘅心情。佢外父傅元萬係老一輩嘅刑偵名人，而佢唯一嘅一粒女傅如熙就堅持要去學生物技術。雖然後尾如熙依然係加入咗警察嘅隊伍，但係話晒只係喺 DNA 檢驗咁樣嘅一個技術崗位做個幕後英雄。所以從蕭文天同傅如熙一見鍾情嘅嗰日開始，傅元萬對蕭文天就非常上心。佢好睇重蕭文天事業嘅發展，對佢扶持同埋教誨。就算係佢兩個經歷咗嗰件邊個都唔想去回憶起嘅事件，但係最終定職喺南安市公安局嘅蕭文天，依然依靠自己紮實嘅基礎，慢慢爬到去局長呢個位。定職之前嘅工作係佢沉澱積累嘅平台，但係佢已經唔想再諗翻起，就連嗰個組織嘅名佢都唔想再去諗翻，事關一諗到就會心痛。佢知道外父呢一世完完整整咁奉獻咗俾公安事業，但係外父退休嘅嗰日係笑笑口嘅，而且呢係發自內心嘅笑容。點講呢？呢種應該就係一種有人可以繼承嘅感覺啩。阿爸將大門關上咗啦，蕭望成個人漚咗喺門廳嗰處。以佢嘅經驗嚟睇，咁大嘅一單越獄案件，肯定會動用到全市所有可以抽調得開嘅警力同埋武警。咁樣呢一系列嘅嬰幼兒被盜案，暫時就冇可能提上日程噶啦噃。如果可以有個特種部門，擁有最高嘅權限，擁有警察隊伍裏邊最頂尖嘅人才，專門去處理一啲疑難案件，咁就好啦。唔使佔用過多嘅警力資源，但係就可以做更加多嘅光輝偉業。只不過就算有咁樣嘅部門啊，又點會聽佢呢一個最基層派出所實習警察之笛至得嘅？蕭望苦笑住擰擰頭，佢拍一拍鞋櫃上邊嘅材料，喺袋裏邊揞一支筆出嚟，將呢個睇起上去好幼稚嘅諗法，工工整整咁寫咗喺報告嘅最後邊。望望呢個時候，傅如熙着住睡衣，企咗喺2樓嘅樓梯口。阿媽，蕭望笑笑口咁望住自己阿媽。傅如熙快步落樓，行到去個仔嘅面前，昂高頭望住個仔，隻手好愛惜咁喺個仔塊面上邊摸咗摸。望望啊，你呢2日去邊嚟呀？蕭望摸一摸自己阿媽隻手。哦，所裏邊有單案都幾複雜嘅，所以所長要求我哋個個都要加班。唉，2日2夜冇瞓過覺啊！傅如熙摸住個仔嘅黑眼圈。你仲咁後生，點可以咁唔愛惜自己嘅身體噶？哦，冇嘢噶，我整理咗啲材料，好有成效噶。蕭望拍一拍嗰沓材料話：呢啲呢，原本係準備俾阿爸睇嘅，只不過佢家私另外有案件啊。唉，出咗大件事啊嘛！傅如熙好明顯亦都知道越獄嘅大案。呢幾日你自己都要小心啲啊！吓，蕭望拍一拍傅如熙嘅手背，表示安慰。冇嘢喎，阿媽。係呢，阿媽，你哋 DNA 室係咪亦都有打拐嘅任務噶？
係啊，我哋專門有一條檢驗流水線，係做打拐案件嘅數據庫噶。咁你哋嘅工作流程係點樣噶？哎呀，你快啲嗱嗱聲去瞓覺先啦！後生嗰陣時成日捱夜啊，年紀大咗你就知錯。少望呢，好蠱惑咁笑一笑。你都係先話咗俾我知先啦，你講咗俾我知，我就馬上去瞓覺。傅如熙擰一擰頭，笑住話：唉，真係冇理苦啊！實驗室工作流程就唔複雜嘅。首先，各個派出所同埋刑警隊喺發現一啲可以被拐賣兒童，譬如嗰啲黑色嘅兒童啊、走失兒童嘅咩嘅，就會採血，跟住送過嚟進行 DNA 檢驗。同時呢，喺家屬對細路仔進行報失蹤之後，佢哋嘅父母亦都會被採血送檢噶。你知噶啦，細路仔嘅 DNA 來源於父母 DNA 嘅結合，喺 DNA 數據上邊可以計算細路仔同埋父母嘅親緣關係比率，而細路仔嘅 DNA 同父母嘅 DNA 就會被用純數字嘅形式錄入打拐數據庫。數據庫會對龐大嘅數據進行自動比對，跟住計算出一啲親緣比例高嘅，再進行人工比對。到咗最後呢，我哋就會以一個概率數字嘅形式出具鑑定報告啦。